样的颜色。不对，满屏。你是冷到了哇？你找个手都是冰的，你是找个烤手的，手都是冰的。困我都包的热水来，我敢看。你们夸张啊？困我刚才我看包了个热水。一般不会。所以他一般9面9不会，都可以包，人老的都可以包。我觉得你包的还好累哦，包的。不累啊，不累，只流劲多。都你要弄这个手要弄的。为啥子？我习惯了。因为这儿我这儿有那个可以减重，很轻。你这包就这种，还好对，很轻。他不得干，他要带出来吧？他要出来，他出来不是他就背着点。他要不出来，他就背，他都背动机。他已经跳得来了，嘎。跳他是绝对对他跳，他比我们多2个脚就。这个顶着人转啊！对，可以自己调，我这个可以转，可以转。哦，你手这样动一下。可以自己动，可以自己设那个。镜头设比较嘛，贵好钱嘎。看拍镜头贵的肯定就很贵。这镜头要随时要好的嘎。这个镜头不是很贵，15600。但是有时候要买一张贵的。对，你镜头你要准备几个？你要这个贵。所以现在配件也很贵。小娃娃，这个画面配小娃娃。为啥都要提意见？这个太简化了。这个不存在，这是搞的耍。这主要就可以配合小朋友嘛。恐龙，这是啥子？这个是王八，这狮子。这儿缺一个人看嘛，去这儿还没来，去这儿还没来，去把这吃饭去可能。把那隐私了，开始了哈，拥挤带走了。他跳舞了，来给我嘛。开始了。跑起跳吧，跑起跳，可以，走吧，就跳，走吧。开始了，开场了，开锅了啊！现在8点几了，8点11，开锅了。小朋友不要跳剧啊！他看。手要用的嘛，要用手的嘛，手要仰起要仰。我的手要露出来的嘛。要这样啊？不，我的说你跳舞的时候，你肯定要抱它。这中间扣子掉了没找到哦？好吧，这儿有点漏，不然扣了还有点好看。这个扣子不晓得找不到了，看到这儿一个掉了。这喜欢表演。是不是289啊？不像啊，哦是另外一个，那边个双胞胎有点像。另外一个。给那小姑娘跳舞。好。谢谢。来宝宝。你认得到吗？小朋友是的。早上去诊间来的比较早，8点10多分就到了，他一般8点20。这个女孩子不知道，好像以前还发了个黑话。
下一首，上一首。今天穿队服，基本上都穿的服装，队服今天还可以啊，穿的都昨天一样的颜色。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哎，他迟到了，去这儿才到。刚才一直在看餐馆，你不知道吗？上餐馆吗？这个一般是结束的时候再跳，现在已经跳习惯了，开帐篷。健身。老师。
跳一个一直出没了，1999出过3个，他们跳得很好的，他们没站在一起。徐温柔他上班了，他没和他们在一起。他来的话就戴口罩。他们单位他是拍人像、拍写真，然后他不能单位里面的资料他不能拿出来，下班都要交的，让拍手机上都不让泄密嘛。错和马奇都跳得好，都会跳。看不出来他上班了，他学的摄影。正常的，你看武家墨像5岁孩子的母亲一样年轻嘛。我老婆也不显老，已经开销了60岁，但是孩子10多岁了。现在人都不显老。跳后面15都是男的，跳就。那个灯下去换了，那是多少？
近记住了这个新的不招太多。就放新的嘛。你喜欢就好。你喜欢就好。来来来。好快哟，这个时间，后天就5月8号，12月8号了。那晚上很热闹哈，12月8号晚上。杨秀肯定不会来了嘛，今天卓玛初也不会来，兰博娃也不会来。邱真也不会来。我昨天开会啊，有可能开完之后10点钟了。后面那个女孩子不知道叫啥，在后面一排，在那个不是强巴大叔那边，没去问他名字呢，太远了不好去问。发动我今天一个不会来哟。
很酷的啊。这个在时尚嘛。戴个黑色帽子好不好看？这个帽子戴上有一点点不好看。哈哈。这功能叫用嘛，是不是啊？别人辛辛苦苦把这功能加上不用，这是对别人不尊重。知识产权嘛。10多分钟，15分钟，15分钟跟你们搞点主题玩。哇，这个是啥情况？走了看不到了，这个啥？哇，他的围巾。哦，这个挺好看。脸都看不到了。戴了帽子，上了年纪了，都上了年纪了啊。徐峥喜欢搞笑嘛，跟徐峥搞一点嘛。徐峥有点来个兔子，来只兔子，这是兔子吗？不像哎。兔子耳朵，第二段。哇，下面好吧，张波也刚刚来。全是圣诞老人，屏幕上全是圣诞老人。
跳的有点早，走的人比较少。跳得晚的话人就走得多。要么带只小熊嘛，小熊戴眼镜上来，戴眼镜，找爸戴个眼镜。就像过圣诞节哦，在星期三。抖音好像都没有吧？这种效果抖音上面都没有。我没开过抖音直播，我不知道，有可能没有。他们看也是很新奇，没有，应该是没有吧？抖音上好像只有美容美颜嘛，没有这些东西，好像没有。不然的话，别人觉得有点新奇，有点快。
停下来好看，停下你们截图啊！哎，不要快点走吧，我们是垃圾车。停下你们截图好看啊，真的。截屏嘛。难吃的吗？是的，这个有胡子的，这个有胡子。该去真戴眼镜。好看。做那个伸展运动，这个蓝色的，哇，这个蓝色的，好酷嘛，脸上还是红的。小眼镜儿。棒球帽。这个是钢笔上吗？翅膀，天使的圆圈。全是恐龙。我回头最后才跳金刚舞，我一般就不跳。中间跳，就今天提前就跳。我提前跳，免得人跑了噻，别人跑了噻。最不喜欢金刚舞了。现在咋整400多呢？跳金刚舞一个好钟。跳金刚舞要少些，我操！最多是700多了，嘎。不晓得没做，没关注一些。
好像网络段呢重新开了。哦，重新开端要剪。我随时看到有点正常没？说到警察队嘛，这个警察帽子花嘛，花，你就昨天有点屌哦，你发火了。这个帽子好不好看？那个。戴的帽子，戴的迷你卷。抖音上面的那个嘛，抖音上面有那些。有没有？对呀，我就说他们也看不了，这是房子吧？你在研究特效啊？确实，那儿子讲的太鬼了。讲得太对了。给他师傅说话嘛，别忘请说啊。别忘请，这个是给本子。我这么不开心呢？这竟然小的比较少吧？我问他一下呢。
开心起来，马上就闲了。要不然我问他一下嘛，咋回事？也不可能不开心嘛，球队不好啊。看吧，现在状态慢慢正常了。现场的13 degrees. Maybe I think 14. 我看一下啊。11，看吧，11度，之前退伍。还有5分钟。这么快9点半了。金刚舞跳了18分钟，我口锅庄跳了13分钟，这半个小时了。总共90分钟，这儿去掉1/3。
还有八九。他们要听。请个酒嘛，请个酒，请个酒哪个？喝酒，喝了酒再回去。看这边。是吧？喝酒。5连夜茅台喝不起就喝酒吧。还有一个新的啊，新的那个嘛，那个感恩那个嘛。哪一个吧？新个就是一个，新个就是哪个？这个吗？这收嘛？什么？不是这个，这是鲜度。他们要新个酒咱收嘛，不是这个。直接一收就收到了。我手冷的，真的动都动不了了。请个酒干的，剩就不少。没有的话，机油干杯嘛！哪个现在？请个就改名字改成茅台，茅台、5连叶、泸州老窖、糖酒。中国名酒里面，四川占了7个，7个全是四川品牌，最好了。是贵州的，隔壁对面的是郎酒，对面郎酒对面是茅台。泸州老窖，对，还有成都本地的还有。上面下去打呀，也可以啊，当然那放嘛。那曲哲也喜欢跳那个。相国之声，放错了吧？好像音乐点错了。就相国之声那里吧。只有2分40多秒，3分钟都没有。这几下就结束了。曲哲终于跳了一下，他一直在直播。扎西加油！他炒菜的时候多加点油，是吧？油吃多了不好，要吃就吃那个金龙鱼，调和油。点错了，怎么点错了这个？本来是那个清锅酒，对，相国之声了。那曲哲给你们行个礼，结束了。这不直播就没得了。就是他那个金刚舞的那个20分钟、18分钟，18分钟加上那个锣鼓鼓掌13分钟，就31分钟，1/3的时间没有了。蛮大的。他们走了之后，应该不会来了。衣服那些一大堆。这个灯好亮是吧？没错。
这肯定要直播嘛，肯定要晚上。那你们早，看吧，关灯了，提前把那个屏给打亮了。我想到那宝妈，东西穿了，也接的东西，对吧？然后人气上去了，我也喜欢滚。没拿，真没拿，真的没拿。1000多的是呀。别的几十块钱跟多多相似。哇塞，一瓶香是几千块钱。还有香料。看过还没做啊？我应该做了。那几十块钱的香水跟几千块钱的香水就是差别。肯定噻，啥子的？味道吗？大家说香水的嘛。我们平时用的那香水，很多都是那个味道都。去年300后面就变了，最开始觉得哎很一点嘛，你看对面那个红衣服，有点像，还有个红哦，那个嘛，不弄的，外面有骗子是吧？有点像。香水永久就10万。这里前台不是30台？没有全力跑，我要，明天到。那骗子所以哪儿有骗子？马上跳跑跑去。你打听我的那个。这聊天是吧？啊？他们在这拍照。拍吧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随时可以。谁的包呀？这个？你可以吧？我们哪一个？你这考前我说游泳机会也。我谁的去？具体的吧，不是吧？天都是在。你们的表的。你刚才给我讲的都给那你看你准备在这儿耍几点钟？去商场那边耍嘛，那边亮一些。这儿直播效果吗？哪个商场？就隔壁子啊。哎呀，真的。在这儿光线不好了嘛？就是啊。他们登记他们都在这儿，永贞在那儿了。就是。哎呀，我不去了吧？那是包包里面衣服。谁的包包里面？凡凡不鸟，他不鸟人的。谁的包包里面？爸爸。凡凡从来不鸟人。谁的包包里面？他给你们也表演好。酒喝多了。Music。请个酒喝多了吧Music。Okay, that's all right. That's right. 音乐 music。现在说完了吗？来，我们一起唱一首。哇，这个太来，请我就没喝，今天没喝酒，所以他有点心智不正常。不让我们休息2天就行了。杨哥来给我来。下雪了。没有。我们休息2天就行了，没事。这个好的。点赞。在永吉直播吗？我们老家上次在直播呢。永吉在直播吗？你看。秋秋，我过去了。白直播。我也在做。对，你给国外的朋友们说一下，邓紫游。啊？邓紫游800米女孩了，现在。800米。她有个女生备注上面写着“我的800米女孩”。哦。昨天还约她看电影。可以。
己拿着。我不要，自己让800米女孩给你。那快点拿着。不要。我手快点，等一下还抢不过你。跟子的追求太多了。跟子徒弟多，追求他的也多。都2万了。啊。拍了都2万了。哦。正常的，有正常。我都没关上，我拍了就没关。昨天拍的289，我今天到广州去。啊，他说的那天直播的，我看了几分钟，看了1、2分钟我就没这个了。他在吃饭的时候直播。对，昨天他在直播吃饭。他吃饭。吃火锅。我们也这么看。我母的不是涨得很快哦。对。50万，马上50多万了，扎起来我55万多了。他们太猛了。不晓得你看永正你好多呢？你这肯定40万应该有。永正应该快40万了吧？永吉就是45万。好多万？33万。它还没涨呢，没涨呢。它以前是31万。这涨最多的就是我母的和扎西拉姆的。扎西拉姆我们开始的时候28、9万，现在55万多了。老大涨得慢。应该。41万。哦，他这个意思是40万。他是更新的太少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不存在的，本来也没靠那个赚钱，管他的，是吧？这个就其实粉丝太多也没啥用，我看有些跳舞的1.多万的，是200多万的粉丝，加起来也只有几十万人。快50万了。49万多了。他明年就50万了。哎，我们涨的是最快的。哎，扎西拉姆你看也多。扎西拉姆。那个苏拉也涨得快。对，苏拉2个都涨得比较快。苏拉这边是跳舞跳得很少了。他其实协整拍得多，协整拍得多，他都上去了。那都想走路的。涨到你涨的最多，现在涨了1万5有。嘛，你每天来的直播，每天的拍。你还有很多人在帮他接拍。哦。他接拍都涨得快一些。看嘛。都2万1了。啊，好快哦！前几天是1万5啊，哈哈。就是你的也涨得快一些。哎。我觉得我看都比的话在曲轴涨得比较快，曲轴比拉出涨得很快，拉出曲轴来最低。曲轴涨得好快哦，前段时间我看他一直在1万5的。现在都马上2万多了，涨得好快。就是。挺快的，你看他走到哪里？走到中间来。你看嘛，宝宝里面装的啥呀？慢了。走啦。拜。明天见，明天。有什么卡嘛？需要下落的，要有心理准备了。现在下雪了嘛？这儿成都这边看到雪，我的这人造的雪。我害怕，最近下雪喽。他是小孩拖来拖去，他就不行。叫你什么？只要天天拍永吉的话，他讲那个。那蓝卡那都涨了1万了，谁打蓝卡那个？他只拍永吉，后面慢慢都在拍。我上不去，我看街拍娃娃也上不去，他流量涨得很慢，作品太少了。他和确诊都涨得慢。他自己发也没得用，不晓得咋回事。他最好自己发涨得快了点，你跟他发涨得太慢。不存在，他们看他们想不想做，反正他随时在直播一点耍不存在。反正那个粉丝数也不能证明很那个。今天跳舞的有200多万的粉丝，但是在线也只几十人。其实你拍的有些，比如说他们的嘛，有些可以发给他们帮忙发，他们你得发不完噻，你得那么多，太多了，10多20多。有时候你帮他们拍的时候，都可以帮有些作品都可以发给他们。我一般没发。我看他们有些拍的一般。这我们手机拍的，他们叫相机拍的，是吧？来了。走了，回家了吗？不是，娃娃这个样子过去，他觉得不舒服。回去吗？
是不是？他当然好了，几点钟？他几点钟？9点40多还可以去商，去那边嘛，把那个弄到商场去耍噻。隔壁去，走吧，隔壁嘛。就隔壁去噻，没得呀。回去再播。你回去了？回去播啊？回去再播吧。边走边播噻，怎么？哦，你骑自行车嘎？哦，带娃娃，对，去那边去。拜拜。走那边嘛，还走嘛？隔壁是去，隔壁灯光好一些。他这个地方灯也关了，8点正开，9点半就关了。哦，这边对。啊，桥下面那个灯嘛，他把灯关了嘛。我就感觉今天怎么那么黑呀？我就想哦，那边灯没亮。这边灯也关了嘛。哦。他们说那个线坏了。就有点电。好像明天要换。就这边光线好一点，桥这边光线就是。灯坏了吗？不知道。那边不行。这边稍微亮点点了，以前这儿黑乎乎的一片，现在灯里面开了啊，商场开灯了的。小妮，我这边走吧。哎，走，哪天你不走吧？拜拜。这边才9点40多。是9点40多。有些照片基本上都在这个位置。还不拿哥的手机放。全国之声。你听我的手机声音呢？哎，这样，我关了。试一下嘛，听一下，等一下哈。听一下我的声音。就等一下，我给你那个听一下效果。太小了，明天给你们背个音箱过来。音响我没有。太小，是线掉的。我删了刚刚那个，他来删了。我这个拍不完啊，这个50的。你换50的吗？我的50的焦距太跳起来了，那个手都拍不完。拍得完了就推一点嘛。不好看的。要把手机。不用买，然后你可以裁剪。要是买了，你怎么改哦？你没办法改。不要走太远了，放下。你干嘛？重来，在前面，然后在后面，重新来。那我们就这样吧，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不要太远了，过来一点点。好，哎呀，好烦。
往那边移一点。可以了。
是。一段，只有一段，那就一段吧。